2026年6月5日每日靈修，信靠順服主美好的旨意，安於本分。572職守本分，每日靈修小品。經文：我將耶和華常擺在我面前，因他在我右邊，我便不致搖動。因此我的心歡喜，我的靈快樂，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。詩篇16章8至9節。小故事：有一條蛇，每次都是蛇頭向前爬行尋找食物。有一天，蛇尾抱怨着說：為何每一次都是你當頭？是不是該換我做一次頭呢？但是蛇頭說什麼也不肯把頭的地位讓給蛇尾。於是蛇尾就把尾巴纏繞在樹幹上，讓蛇頭無法前進找食物。最後蛇頭只好妥協，蛇尾就高高興興地當頭往前爬。由於蛇尾沒有眼睛，爬呀爬的就掉進火堆燒死了。默想：當人不安分於本位時，就是災難的時刻。讓主當家，將一年裏的籌劃、當做的事都交託給主，我們必得平安喜樂。禱告：掌管宇宙的父上帝，我們尊你為大，你統管萬有，我們願意將自己的生命交託給你。主啊，我們本性該傲自大，若靠着自己必不能成事。在前面的年日裏，我們仍然有許多的未知數，也會有災難恐慌。我們需要你賜給我們信服的心和智慧的靈，賜給我們為你做工的力量，忠心順從你的旨意，你也必賜福與我們。交託禱告是奉主耶穌基督的名，阿門。